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4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這個胡適走勢可以說是把這個侯氏演繹的淋漓盡致滬指又回到了4100點。今天大盤指數呈現分化走勢上證指數上漲0.85%，收在4102點，收復了4100點前两天還是要4000點保衛戰，這一個巴掌後面連着給兩顆枣創業板指數呢下跌0.4%，深圳成指漲0.21%，北證50指數跌0.71%。这個今天的成交量勉勉強強達到了2.5萬億，比昨天少了600億，這個問題不大資金淨流出645億，市場上漲個股3254隻，下跌個股2130隻，總體上個股是漲多跌少，指數雖然回到了4100點，但是金融消費者那個賬戶還是縮水了，贏了指數輸了錢。今天為什麼漲呢？說來也很奇怪這漲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條居然跟馬斯克有關係。馬斯克攪動了這個光伏板塊，我印象中好像是馬斯克攪動了這個商業航天板塊，所以好多這個跟商業航天相關的能掛得上號的這些股票都翻了1倍2倍。這一次馬斯克又要攪動光伏板塊。中午就有媒體報道說這個馬斯克的團隊走訪中國多家光伏企業，談什麼呢？據說是談這個要在太空中發電，在太空中搞算力把這個各種運算數據在太空中用太陽光發電，然後再去運算完之後把結果傳回地球，大概就這個意思所以今天這個下午這些光伏板塊就集體拉升。這裡面最狠的就是一個叫金科能源的，直接20厘米直線漲停，你說刺激不刺激？太刺激了。這個金科能源為什麼直線漲停呢？因為他公司我感覺他是叫闢謠式造謠，自己在那自說自話披露說關於什麼馬斯克到訪公司什麼無可奉告，大概這意思吧，這不就是闢謠式造謠嗎？在胡適就這樣你越說馬斯克沒來，那人家越認為來了，所以根本就不管直接拉一個20厘米漲停，這就是胡適這就叫刺激你越闢謠它越漲，這是往上漲的還有往下漲的，那就更刺激這叫蹦极是吧？這個新浪證券報道說田中金基尾盤金線大跳水，有一隻股票叫田中金基，到收盤之前1分鐘那走勢都很正常漲了9%，那簡直了对吧？那這裡面的散戶多開心結果帥不過3秒，天有不測風雲。那個創業板這邊不是最後3分鐘就不交易了嗎？變成集合競價，就怕別人操縱股價嘛。結果這個叫田中金基最後3分鐘集合競價暴跌11%，它本來有漲9%到暴跌11%，這個上下这差距就是20個點本來漲到43塊，現在收盤是35塊，你說刺激不刺激？不知道這個胡適的這些金融消費者喜歡不喜歡？我感覺他們是喜歡的，這種侯氏上蹿下跳，見風就是雨，對吧？一傳說馬斯克來了，馬上20厘米漲停，光伏板塊一大片漲停的機會來了，也不知道什麼消息有漲9%到跌11%，這哪是正常的這叫什麼資本市場？這就是一個侯氏咱們再聯想到最近的对吧？這貴金屬還有胡適還有美股我看美股昨天是暴跌的，今天胡適沒受影響，自己玩自己的。最近這2天那個黃金白銀對吧？暴跌，從5500、5600跌到4500、4400對吧？一天幹掉1200美金每盎司。那白银是從多少跌到70多吧？今天讓很多炒黃金炒白银的又是把大腿都拍斷了。黄金居然現在回到5000點以上了不是5000就是5000美金每盎司以上，又回來了，回了一半。白银也差不多了，還在漲。这個就像那個北京那個菜百那個賣黃金的地方，2隊人馬，2隊大媽並行，一隊是捧着現金準備去買黃金的，一隊是捧着金條那個金首飾準備去賣黃金的。我估摸着這2隊人都互相說對方傻叉蠢貨，2隊人都排隊
拍很長時間。按理來說啊，这個菜百應該很賺錢啊，對吧？人家賺那個手續費。但是我看媒體報道啊，有好多黃金收購商，就是這個回收黃金的，還賠錢。就是行情越好，它越容易賠錢，因為主要原因就是波動太大。你稍有不慎，就是你做這種中間商的，買進賣出的都能賠錢。它是穩賺那個手續費啊，對吧？每克收你加工費、什麼檢測費一大堆的，人家是本來是賺手續費的都能賠錢。也就是這個貴金屬的這個高波動性啊，韭菜很難把握，很難銷售啊，無福銷售。關於這個貴金屬啊，我們看看這個專家是怎麼說的啊？這個經濟學家馬冠元他認為啊，黃金過了$5000每盎司，那就是叫發瘋，本身就是風險。但是呢，這個證券專家劉繼鵬啊，他說啊，黃金過了5000點還有空間，就這意思啊。大家看視頻啊。您近期多次直言黃金是最糟糕的投資品，而当前国际金價雖然波動屢創新高，華爾街投行還紛紛上調目標價值$6000甚至更高。您認為市場對黃金的樂觀預期核心偏差在哪裡？黃金牛市會繼續持續嗎？我覺得首先是大家千萬不要對華爾街的投行等等啊這些機構認為他們的研判是客觀中立的，他們背後都是有利益的，千萬不要迷信他们啊，不要以為他們所做的很多預測好像都是對的。如果說他們所做的很多預測都是對的，那我們過去跟着他們做任何投資是不是賺了大錢了？事實證明不是這樣，事實證明他們說的很多話跟後來發生的事兒之間並不是相吻合的。所以我覺得啊，千万不要迷信机構，不要迷信機構的判断。那麼第二個，这些機構本身背後對於投資都是有利益的。比如說我的研究機構負責唱多，負責唱多是要把一個股票拉起來，或者說負責唱多是要悄悄的要來做空。大家記住，黃金這個市場本身具有極大的操縱性，大家知道黃金是既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的，而且做空的力量是非常嚇人的。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一直講黃金是最糟糕的投資，並不是說它不漲，我指的是它的風險非常大，背後操縱的力量非常大。所以我說普通投資者千萬不要看到這幾年黃金這麼一個漲法就認為是常態，很多人只看到吃肉，沒看到別人挨打，沒看到有多少人在黃金市場上暴雷，沒看到有多少人因為投資黃金而破產。所以我其實一直在提醒大家要警惕黃金的風險，不要認為黃金是一個安全的投資品，黃金從來都不安全。您將當前高金價比作珠穆朗瑪峰，認為比4000點 A 股更危險。結合黃金過往腰斬式暴跌的歷史，您判斷此輪黃金牛市的拐點可能出現哪些信號？我覺得首先啊，就是我認為黃金價格過了$5000以後已經很荒唐了，白銀價格過了$100以後就荒唐到沒法說了。所以為什麼講他們到了這個價格就是珠穆朗瑪峰？黃金大家知道是避險的，黃金背後大家說的那些邏輯我都懂，地緣政治的衝突我懂，去美元化我懂，全球央行增持我懂，大家為什麼要買黃金是為了避險，但是當黃金的價格到了$5000以上的荒唐程度的時候，它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了。所以我們從歷史上去看的，黃金每一次大漲，特別是急漲以後一定會大跌，一定會長期去跌。所以有人說黃金危險還是現在的 A 股危險，我想告訴大家，黃金遠遠比現在的 A 股要危險。中國的 A 股事實上啊，我們來講的話，如果大家去看啊，那些代表中國經濟未來的那些行業的話，其實想象力遠遠比黃金要大。但是因為很多人在 A 股賺錢很少，所以老覺得 A 股不賺錢。但是我想告訴大家，認為黃金是安全的投資品，跟認為 A 股非常危險，從來不賺錢，這兩個認知都是有完全偏差的。大家記住，黃金很危險。所以我認為啊，如果從黃金歷史去看，黃金10年牛市到了$5000以上，我認為基本結束了。$5000以上再去碰黃金，相當於2021年去買中國房子。您認為黃金僅能作為極端情況的避險保單，而非常規投資工具？那對於普通家庭，資產配置中是否需要配置黃金？如果需要，合理的比例和配置方式應該是什麼？普通人現在入場黃金還來得及嗎？任何一個投資品，它都有一個安全的價格邊界。如果說一個投資品過了它安全的價格邊界以後，它就沒有任何投資價值。當然對很多人家說，哎，我家裡放點黃金，萬一有什麼用途？我想告訴大家，當你說的那個萬一情況出現的時候，你拿着黃金也沒有任何用。所以對普通人而言，
要不要配置黃金？其實我的觀點很清楚，你配置一點可以，不配置也沒關係。不要認為說我不配置黃金，我就會失去什麼。因為從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來看，黃金基本不怎麼漲。也就是說，你拿着它既沒有利息，還有機會成本。你拿着它幹什麼？說哎呀，我放在家裡把它藏起來啊，以後怎麼樣啊？我覺得如果你這種想法的話，你拿點也沒有太大的關係。有人說黃金還有機會嗎？其實黄金啊，我覺得今天的調整應該是差不多了，從5600到4400，調整了1200美金，而且今天這個4400再返回來非常快，大概就7、8個小時，但是這也打爆了不少人，而且各個交易所今天還有一個消息，就全都提高保證金了，保證金比例提高的還不低啊，可能他們也預示到黄金這一段也風險太大了。所以風險開始加劇了，因此呢，在這兩招的背景下，這次黃金的下跌，坦率講沒有什麼特實質的理由，主要就是壓在了這個特朗普提名沃什。而這個沃什呢，剛才我談了，他的金融政策又不以降息為先，而是以縮表為先。因為美聯儲這個危機的從08年到現在這18年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的總資產從1萬億美金，這十幾年增加到了9萬億美金。那麼最近經過調整啊，現在大概7萬億，所以7萬億再想壓縮到3萬億、4萬億，這個確實不可能。但是呢，這個沃什呢也是一個緊縮的政策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呢，大家對這個有反應。第二點還有一個趣事，你知道這個愛潑斯坦嗎？愛潑斯坦這個300萬頁啊，涉及到了很多名人的醜事，沃什也在其中，所以這樣的話呢，就容易出現問題。所以大家對這個事兒呢，就有點借這個口下跌。但是這次呢，嚴格說，我覺得調整的應該差不多了。而且黃金背後還是要有機會的，因为現在的世界上還是比較亂的。美元也在弱勢，所以黃金的這個長期趨勢還沒有漲到頭，尤其這次只是一個調整。這是我的觀點啊，各個黃金股今天跌的都很厲害啊。它不是光黃金股，它帶着所有資源股暴跌，都在暴跌。所以今天要說起來呢，我們雖然談的是中國監管制度的全面修復問題，但是也有這麼一點理由，就是今天的黃金的暴跌。當然。所以我想明天會有好轉。而且不管中國股市怎麼震盪，我想不管是明天還是今年，只要我們政治上的高度穩定，沒有什麼大礙的，應該是能夠越來越好的。是的，我把2個專家都是經濟學家，把他們這個觀點放到一起，一個是這建議不要買黃金，對吧？一個認為黃金啊還要往上漲，大家覺得誰說的有道理？不過啊，我認為啊，這個胡適啊跟黃金是一樣的，不適合韭菜去玩。就是現在當下的這個胡適啊，馬光遠說啊，這個目前啊，這個5000美元的黃金比4000年的胡適風險大得多。我倒是覺得說風險是一樣大。這個馬光遠老師啊，這個說法啊，他就忽視了黃金的這個，黃金不管它怎麼跌，它有價值啊。也就是說，你是5000美金一盎司那個價格買的，它就是跌到2000美金，那它還不是有2000美金一盎司嗎？它又不能清零。當然了，你要加槓桿，对吧？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你是在菜百，再是中国黄金、工商銀行這正規的機構買的黃金，哎，大概率上當受騙的這個概率要小一點。哎，你買的是挺貴的，它就是除以2，那它還是有價值。但是胡適可不一樣呢，你買了你不小心你就退市了，对吧？胡適這個波動性啊，跟那個黃金是一樣，貴金屬，像猴子一樣的上蹿下跳。哎，馬光遠說啊，這黃金有人操縱它做空，那胡適不也一樣嗎？操縱股價，對吧？那些實際控制人、券商一起操縱，欺詐上市，做假賬。所以我認為啊，散戶啊，這小韭菜，無論是黃金還是胡適，都不是你玩的地方。你可以參觀，你看今天這個那2隻股票，一個是就地起飛，立馬20%漲幅，一個是收盤最後1秒，最後3分鐘的時候，咣當直接給你幹掉20%。你說你找誰說理去？你也不知道它發生啥了。我們理想中的這個投資啊是什麼呢？實際上就跟房子一樣。當然現在房子跌得太厲害啊。理想中投資什麼意思？就是說你的資產它升值貶值先不說，你這個資產它能產生現金流，這是第一個，這才是好的資產。那符合這樣的資產是什麼呢？你比如說啊，你核心地段的房子，你是800萬買的，它也可能跌到600萬，
也可能跌到400萬，也可能漲到1000萬，這些不好說了。核心地段買的房子，但是你不賣，你把它出租，你每個月能有1萬塊錢的房租，它不就是源源不斷產生現金流嗎？你這個現金流對你來說你可以花呀，但你的本金沒動，你的資產沒動，房子還是那個房子，這個就是個好的投資。比如說存款，因為存款的利息太低嘛，你比如1000萬存銀行，好，你1年20萬的利息，那這個也是好的資產。這存款雖然收益低，但是你想這1000萬你隨時可以動，隨時可以取啊。第二個你要不取，对吧？3年期，那就是1年大概利息20萬，它给你產生20萬，那你拿這個20萬去吃香的喝辣的，去買比亞迪，沒毛病啊。這就或者是吧，你買一隻好的股票，這隻股票呢，它沒有退市之憂，然後它每年分紅，比如你買的是1000萬這隻股票啊，它每年分紅50萬，那就不錯啊，比存銀行還強。你股票你不動它，對吧？你買了這麼多股，就這麼多股，我就不動它，永遠不動它，我每年就花那個他給我的分紅，那個分紅就是現金流，這些是好的資產啊。甚至是什麼呢？再退一步說啊，就是你跟朋友倆合夥開了個小餐飲店，對吧？開了個奶茶店，這個奶茶店值多少錢不知道，但是他每年啊分紅3萬塊，它有利潤，這也是個好的資產。反正他每年分紅，這就是能產生現金流的資產。這個對韭菜來說是個，你可以買完這個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是你的到點你就收租金，這個才是我们散戶要參與的資產啊，好的資產。那這麼看的話，黃金就不是，黃金你買了這個放那兒，它那玩意它不能產生現金流，然後它漲跌你也管不了，你總想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那最終都是反向操作，都是被割。也就是我們散戶，我們韭菜要找的資產是我剛才說的那種，如果不是核心地段的房子，你買的雖然便宜，但是你租不掉，那就不是好資產。你比如鹤崗的房子，你買一套，買了之後放那兒，便宜是便宜啊，3萬塊錢一套，買了你租不掉你還交物業費、暖氣費，恐怕還得交，那就不是好資產啊。所以說啊，這個馬官員說的啊，他有的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有的說的我是不贊成，對吧？胡適比黃金某種程度上更差，因為現在胡適沒有一隻股票說你買了這個可以安心睡覺，說你就等着它分紅高股息。你比如說吧，通信股，中國移动、中國聯通、中國電信，本來這個是現金流啊，它每年分紅當然可以的，而且是央企，你也不用擔心它退市。但是在胡適在這個地方，它这個政策你不知道它出什麼政策啊？前2天出了一個什麼政策啊？專門對這個運營商的，是稅收調整吧？是我沒仔細看啊，結果咣當，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股價就狂掉，你這是誰受得了啊？政策不穩定嘛，不連續的吧？誰知道你一高興要出個什麼政策？你說胡錫進老師買了中國移動，本來是相信這個央企等着高分紅，結果咣當，你給他出2個政策。你看這個中國聯通啊，中國聯通的股東開始減持了，你說找誰說理去啊？深圳商報報道啊，套現17.8億元，中國聯通遭國家隊減持。2月3日，中國聯通盤後減持公告，讓本就因稅率調整而備受關注的電信行業再添了一層討論。中國聯通公告，股東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這個妥妥的國家隊啊，減持計劃已完成，減持了3.13億股，佔總股本的1.1%，成交金額17.8億元，現在還佔5%的股份。你看看啊，這是國家隊減持中國聯通，不光國家隊減持啊，這個國家大基金減持泰林威232萬股，持股比例從6.95%降至5.95%。這個2個新聞就告訴大家，國家隊在減持啊，對吧？在提桶跑路啊，這都是信號啊。關鍵是啊，根據媒體統計啊，最近是27家公司披露減持計劃，什麼大豪科技、商洛電子、江鹽集團等等啊，這個減持可以說是前仆後繼啊。我是支持的啊，因為現在點位在4100點，這些國家隊啊，那國家队的錢那不是大頭的嗎？大頭的錢理論上都是咱們的，那我就建議他現在減持，這個點位這麼高，不減白不減。既然這些对吧，金融消費者喜歡，讓他們自己去拿呀。既然金融消費者看好胡適，那就把這籌碼給他們呢，不要與民爭利啊。今天那個有個專家啊，這個專家叫什麼名字呢？叫鯤鵬卓越董事長潘磊，他近日啊在一場活動中提到一組數據，這是格隆匯啊報道的啊，這不是編造的。這組數據說明什麼呢？這個潘磊說啊，2025年是牛市，但是賺錢的人只有18.9%，80%的人是虧錢的。這個潘磊說啊，他說當中啊1萬元以下的賬戶虧錢的概率是99.9%，1萬到10萬的賬戶1.3%的賺錢，接近99%的虧錢；10萬到50萬的賬戶15%賺錢，85%虧錢；50萬到100萬的賬戶50%賺錢
50%虧錢，100萬到1000萬的賬戶90%的賺錢，10%的虧錢，1000萬以上的賬戶99%的賺錢啊！他這個數字啊，公布的也挺嚇人的。咱們簡單點說啊，就是這個韭菜越粗，這個韭菜越壯啊，越不容易虧錢；這個韭菜越弱越小，越虧錢。這是為啥？粗韭菜扛哥是嗎？實際上不是的啊，實際上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這個你錢多的人，他恐怕的買一只股票的可能性就小，然後他很有可能就是鸡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面，他多買幾只股票，不同的板塊，你錢越多啊，你持有的股票板塊恐怕就越多，越多的話呢，总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吧，对吧？畢竟板塊像電風扇一樣的輪動啊，太快。你這個板塊賺錢了，漲了10%，咣當它套現了，然後那個板塊被套，等它起來之後它又賣了。也就是說啊，那你就1萬塊錢，你說10萬塊錢吧，或者1萬塊錢，你現在很多股票，高科技股票啊，科技股、寒武紀，你10万塊錢你買不了一手啊，恰恰是这些股票漲得很呐。你這10萬塊錢，你只能買那個什麼上海建工2-3塊錢一股，或者是萬科4-5塊，科技股你是沒資格買的，連茅台你都買不了吧？就是大魚吃小魚啊，小魚吃蝦米。我們再看看胡一進老師啊，這個胡一進老師顯然呢，他是落在這個50萬到100萬之間，按照這個數據來說啊，就是一半賺錢，一半賠錢。所以胡一進老師目前在賺錢和賠錢之間皆有可能。胡一進老師說啊，立春了，看到立春2個字就瞬間有了份好心情，人生酸甜苦辣，感謝上蒼。從年輕時候就教會我像今天這樣，因為一個小點滴多有一刻好心情，這塑造了我一生更容易樂觀起來的情緒格調，缺什麼就強調什麼。這個毫無疑問啊，胡一進老師感覺有點抑鬱了。一個樂觀的人是不會說自己樂觀的，沒有人說我樂觀開朗，很少有人這麼說啊。在意自己是不是樂觀開朗，說明這個人恐怕有點抑鬱的這個前兆。胡一進老師啊，現在開始吃印度的醋。這個穆迪啊和特朗普最近不是達成了這個貿易協定嘛？也就是特朗普說我給你減關稅，減到18%，然後你不要買俄羅斯的油，買委內瑞拉的油。穆迪答應了。這穆迪不僅答應了啊，穆迪還居然在社交媒体上說啊，代表14億印度人感謝特朗普。这個國內的盤盤們啊，就痛斥印度的穆迪啊，貴了。這盤盤們願意看到的就是穆迪啊跟特朗普對槓硬扛。這胡一進老師當然也願意看到這個，所以說當胡一進老師看到這個印度啊跟這個美帝跟特朗普居然眉來眼去啊，勾勾搭搭，所以他吃醋了，他有點生氣。說好了對吧，這個穆迪不是跟美國要對着幹的嗎？胡一進老師是不是有點醋意啊？你看他說啊，他說印度啊最近有不少斬獲，重現了戰略上的順風順水。特朗普放下維持了幾個月的對印嚴厲，周一宣布在穆迪同意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後，美國將把對印度的關稅降至18%。穆迪則借機給特朗普戴高帽、灌迷魂湯。他發帖稱，特朗普總統領導力對全球和平、穩定與繁榮至關重要，印度完全支持他為和平所做的努力。這些話一定說的特朗普心花怒放。這個可以說啊，胡一進老師對印度啊現在越來越出風頭啊，感覺有點這個意難平吶。這個歐盟不是去跟印度簽了個大單子嗎？8000億歐啊！胡一進老師醋瓶子打翻了。胡一進老師，你跟着盤盤們吶，一天到晚的跟這個鬥，跟那個幹，7個不服8個不忿的。現在看到印度占了便宜，現在又在這吃醋，何必呢？何苦呢？胡一進老師啊，又忘了他的老朋友委內瑞拉，不想提了。為什麼呢？還是那個道理啊，就跟印度是一樣的，就是他們居然不反美了，不反美，那在盤盤這裡，要麼就是不值得一提，要麼就是嘲笑，對吧？你貴了啊，你們是美國的走狗。當地時間3日，在美國對委內瑞拉實施軍事打擊並強行控制偽總統馬杜羅夫婦滿1個月之際，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發表講話，表示委內瑞拉人民展現出高度成熟與理性，鞏固了國家的安定與和平。他還證實近期已分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通電話聊什麼呢？不知道，肯定不是說你把我們這個偽高宗啊送回來。羅德里格斯打電話就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你答應的錢什麼時候到賬？這不，美國財政部啊馬上就到賬了。根據彭博社報道，美國政府正準備頒發一項廣泛許可證，允許企業在委內瑞拉開採石油。這是特朗普政府放鬆制裁、重振該國陷入困境的能源行業努力的一部分。美國財政部最早可能於本周推出這項許可證。關鍵還有啊，美國財政部啊把委內瑞拉的石油賣掉了，5億美元的這個錢啊已經到了委內瑞拉。這個特朗普還說啊，歡迎中國去委內瑞拉
投資購買委內瑞拉的石油。特朗普喊話中國說，印度已經妥協，希望中國不要購買伊朗与俄羅斯的原油，與美國達成購買委內瑞拉石油的協議，否則關稅加到25%。正好啊，这個今天就是委高宗啊馬杜羅被掳走1個月，這個委內瑞拉國內啊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馬杜羅的兒子也跑出來講話，要迎回馬杜羅。這個羅德里格斯啊作為代總統也出來講話，堅決這個譴責美國這一行為。這些不過都是給委內瑞拉的這些盤判們看的，還有給這個印度這些盤判們看的，表示我這個我還是反美的。也就是羅德里格斯啊一邊哭着喊着救人，一邊跟美國在石油這塊的合作那是如魚得水。這個美國企業的加入这個委內瑞拉石油開採將從每天100萬桶會馬上就要增加到200萬桶这是短期你這是普京做夢都得不到的，對吧？普京就天天想着多採油多賣，這賣不掉，沒人敢買。現在美國幫委內瑞拉賣油，強行給他找客戶，不僅幫他開採，還幫他找客戶啊！你要想象一下，你這個小公司，然後這一大公司天天不僅幫你開發技術，完了之後還幫你找客戶，那這不就要趁勢起飛了嗎？這還有什麼好想的呢？總有人覺得這個美國恐怕中間商要賺差價，實際上還賺不了差價啊！所以這個胡錫進老師都懶得理委內瑞拉了啊！這老朋友已經走了邪路，不值一提。還有盤判們說印度莫迪跟特朗普簽了這個協議，印度徹底告別大國夢。我也不知道盤判是怎麼得出的結論的啊！我倒是覺得按照盤判們的這個邏輯應該是印度跟特朗普簽了這個協議之後，印度徹底告別了正義聯盟。本來這個印度還有可能加入正義聯盟的，印度不在正義聯盟這個圈子門口不是在晃悠嗎？這不是也是加入了什麼好多組織對吧？這個正義聯盟大哥二哥他們搞的不是好多組織嗎？有什麼上合對吧？還有什麼金磚，對金磚。這印度不是一直想，那你說你加入的這種組織越多，你就是正義聯盟一份子。結果這一下印度是徹底的告別了正義聯盟組織。這就是盤判們的這個邏輯也沒毛病總之委內瑞拉也走上邪路了，所以這個委內瑞拉已經從胡錫進老師的關注列表裡面劃掉了。除非委內瑞拉國內出亂子出笑話，否則的話胡錫進老師是不會評論了，不再關注，就像不再關注伊拉克一樣。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